好，来继续来看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甲高等教育调查机构，今仔日拢来公布着世界大学的相关排行榜，其中大学影响力的排名，台湾有4间大学进入前100名，其中台湾大学进步上多，为去年的第55名进到第14名，是全台湾第一。 选大学为学术到找头路，学校的表现拢是学生的考量。那全球真侪机构替全世界的大学做排名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05年大学影响力的排名，排名榜拢总2526间学校，前100名台湾拢总4间大学入榜，包括台大、成大、阳明高大、云林科大。那台大排名全球第14名，嘛是全台湾第1名学校。Times 或者是 QS 的大学排名，它是看大学的学术影响力，但是这一次公布的这个影响力指标的话，它其实是看它的永续性。THE 大学影响力排名关注重点是影视发展，台大虽然说入榜真侪年，这几年排名拢有进步，进前连100名都拢无。2023年排第67名，去年第55名，今年大幅进步来到第14名，创下台大9年上好的成绩。17项指标里面有10项都是亚洲的大学领先啊，一个有可能就是说，真的这个议题在亚洲很热门，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。另外一个也反映的就是说，可能蛮多亚洲的大学在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上，其实做得不错。很多都其实看你学校资料怎么提供嘛。那我们可以说，如果学校参加了几次，他对提供的资料越熟悉，而且学校可以提供更完整的资料，那自然你在这个排名的上面就更有可能往前提升。那伫咧影响力排名摕到好成绩，台大伫咧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年度大学排行榜内底排第63名，同款创下史上上好成绩。无共机构排名参考指标大不同，嘛是学校继续求进步的参考资料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